将对手三胜打一直拍扑啊！因是来自高雄女中的棒球队，进前参加500期的比赛，创下赛事头一支全女子球队的参赛纪录。高雄市教育局长、议长带议员到学校慰劳队员。真欢喜你翕相，抑过看一个真，将要接赵天麟选立委的市议员黄捷人无到场，抑过四界拢会使看到伊相片的看板。翕相留念的是，搁做伙翕。这嘛好拿赢，质疑讲，敢讲是政治乌手存入校园啊？黄捷的引纷争之术，这种选举手段真的是太不可取的。这不就是要告诉大家，一起挺黄捷吗？在这种选举的时刻，这种做法非常的不妥。那陈其迈希望你能够保持行政中立。国民党的青工会写文章咧批评民进党。这个手板更加出现，敢若是挺黄这个字，种种行为互因一直害头，要求政治动作要退出校园。为文章中看会出来，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是完全无保留。前1小时啦，才通知啊，说哇，黄捷议员哈，因为最近比较忙啊，基于学姐非常关心爱护，要鼓励我们学妹啊，她就特别安排她的那个人像手撕板呐。很早之前就规划了，那是在我被告知要参选高6选区之前，很可惜没有办法参与，但是我的心意一定要让学妹知道。选举前敏感的时间点，本来应该是学者替校外加油的温暖画面，所以因为行程安排人无到场，所有动作拢被放大来检验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